顶回应该是读到35页，即个3个册啊，即个顶头一段吼，我顶头一段我来个读一下吼。无了清流哦，忍无袂了哦，了钱就袂鱼，鱼也了钱就袂杂碎哦。虽是伊伫做生意，犹佫家内游园是至勤伫治理。合约就用钱入来，颠倒每摆就对老马搁讨本去天，看袂多伫看袂多伫，就甲伊收起来，游园搁甲人带汉药店去食头路较着。好，顶回读到遮啦吼，对遮再搁继续看，还有我摕一下滚水。哎呦！泡一下老人茶。我自差不多，自细汉到，阮爸因若咧和朋友开讲，拢泡茶。阮爸个朋友介济，逐工朋友来相找吼，啉茶拢免钱，朋友做规阵伫遐咧泡茶。老人茶就是有迄足侪茶，就是茶具嘛。对啊对啊对啊。足侪个款的对吧？对啊对啊对，就是当然伊无即讲究啦，就是一个一个细的即个茶cụ，配一寡茶喉啊，细粒茶喉啊安尼，当然是传几粒茶啦，食10茶有敢有？若人侪就摕一人一杯嘿。我做囡仔，我最爱听因开讲，我也是伫边仔听因开讲，嘛有一杯。我是自细汉听阮爸、阮阿公伊迄阵，逐个就是伫遐咧开讲，伫咧即个场埕吼，较早阮厝外口场埕嘛吼，你若热天差8点外天下来了后，就开始有一寡阮爸朋友就徛倒摆就来阮兜相找啊，就倒摆停咧场埕停几排，就规日就踮遐就拍蜡凉，伫遐咧开讲吼。讲天讲地啦，但回日有时是逐工的啦。讲可能10点、11点，逐个都走安尼。所以我定定咧听因开讲。因开讲拢用台语的啦吼，无咧讲华语的啦。阮因迄运的吼，游园阁惯势讲台语吼，开讲啥无人咧讲华语。阮爸是见习出世的，讲起来是算日本人吼，见习出世，但是迄当年无印象吼。阮爸的朋友是可能差不多顶下号啊吼，中几号、加几号、减几号即种吼。差不多是1945年左右吼，阮爸1943年出世，43、42吼，所以就是迄运的，即运的就是见习见后出世，伫国民党
的时代受教育的吼，阮爸嘛算是国民党时代受教育，伊读小学的时阵就已经是国民党时代啊吼。但是迄当阵因受到日本时代影响阁足大，为什么？因的老爸老母拢是伫日本时代长大的，所以因的老爸老母是加20岁尔吼，加是无到30岁，加20岁尔，加20年了，意思是啥？见证20年嘛。所以因的爸母是日本时代出世大汉的，所以阮爸阮母啊，因细汉的时阵吼，虽然是国民党时代受教，但是其实因受到即个日本时代影响足大吼。虽然因无经历过日本时代啦吼，但是伊会讲讲起较早，因所听过、因所经历过、因老爸老母、因一寡什物叔伯阿姨啊所讲的日本时代的代志、的故事啥。啊，我是因为我自细汉爱听因开讲，所以我会听到因咧讲即寡代志吼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日本时代照理是已经足远的代志吼。我1969年出世，70年算已经就战后已经国民党特败吼，败退来台湾都已经经过30冬啊。照理日本时代伫我身躯顶的影响应该是足少，但是我自细汉听因咧讲即寡代志，搁知影即寡代志吼。好 ，OK， 咱讲对遮来。好，咱来读小选吼，人差不多搁拢到吼。好，老家朋友欢迎吼。咱今仔日来看第35页3个册啊，即只吼。对，即段开始。好，来，即段我先读。讲起人生吼，逐早起去读小学，有时无菜通带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去揾豆油吼，算来还是好滋味吼。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吼。咱知影讲，即当阵志勤因兜即个状况无甲伊算诚困难啦吼。即当年是当时啊，我嘛袂记吼，我会记得真生差不多是伫咧即个日本人来迄当阵出世的，顶个年啊啦出世，我记得是来无几年吼，所以真生即当阵算10岁嘛吼，1995吼。毋是吧？1895了后，佮加1905安尼吼，差不多是20世纪初吼，1900几年即当阵的代志吼。即当阵，所以你会当理解到，即当阵受就是大清的即种影响佮伫诶吼。你知影台湾人即个头章剪条是当时剪诶，一直到1900几年的时阵，台湾人搁头上搁伫诶吼，日本人都已经来15冬啊吼。所以即个就那讲我拄则讲，即我家己成长的故事，迄当阵的真生，其实因相信因绝对是大清的影响搁伫诶，但是已经是日本时代啊吼。啊，日本时代伊去读小学，所以伊去读小学是日本人诶办的即个公学校啦吼。毋是，伊去读教会学校吼，所以是日本时代的教会的学校，应该是啦吼。我无介清楚，是毋是公到底是教会学校还是公学校？我知影后来伊去读，敢若是中学，还是读中学的时阵，敢就是去读教会学校。小学我伫遮无交代，可能我那是讲，可能是属于迄个公学校啦吼。日本人公学校，日本人办公学校，日本人来管台湾了后，因一来台湾，因就开始咧办学啊吼。但是办学，是一开始当然是照即个，因伫北部，然后伫咧即个树林遐，无定即个马文阁知影吼，因伫树林遐照庙吼，办即个办教育、办学啊。当然，台湾人无爱去读嘛，因为想讲你这日本人来，哪有可能爱去读？嘛是照理嘛是拢搁去读汉学啊吼，搁想要去考公民的哪有想要去读日本人？
自来人其实拢是即种啊尔，你毋知影讲原来你的一生已经改变去啊，吼。虽然讲日本人伫咧台湾统治敢若50年，但是对某一寡人来讲，迄是一生的代志，一生拢改变啦，吼。吼，你若换到倒的啊，其实吼看袂着日本人离开的啦，吼。OK， 所以迄当阵的观念，其实人拢是安尼，即个啥？滞后哈，咱来读一下滞后这个词要安怎读哦？滞其实捌读过吼。1895年是真心出世，日本人来了，1895年4月5月，日本人为皇帝定量嘛，所以，我嘛伫咧看龙刀山的小说，龙刀山是蔡阿信，1899年出世嘛，所以真心是1895年12月吧，因为较头前就讲嘛，迄阵1898年的时阵已经3岁啊，所以是1895年出世啊。是。所以日本人是1895年定量了，伫咧1896年就伫咧树林，真是敢若迄个什么庙遐少一个所在办学校，有6个老师，因为清国人袂愿读嘛，甚至甲迄6个老师杀死嘛，所以日本人对即6个老师去用杀死即条代志嘛，足重视的，所以尾啊就阁有足侪相关的代志啥，所以单头单尾真敢若是，我记敢是30间还是10间，超过100年的学校，树林国小的前身就是照迄间庙的一个庙埕来开始教册开始，反伫后壁日本人就是为了要展现因的啥材料嘛，所以拄则所讲的就是1895年了后，迄个水头其实就已经西方向啊啦，对无？水强落嘛，到1900几年真心开始要读册的时阵，可能一般来讲6岁8岁嘛。1895年出世，1900几年的时阵可能要去读册。迄个水头已经改变啦，已经改变方向嘛。只是讲大部分的人，要无就随感受着嘛。无就随感受着的时阵，我就讲迄个龙刀山内底蔡阿信因的老爸，嘛是互伊先去读汉学啊，是尾也有公学校通我读，然后嘛是有公学校的老师也是3个即马即个时机可能是读即个学校会较好势啊。当然每一个迄个啥父母，若准讲毋是政府强烈的要求，讲你敢会使做这，袂使做迄，大概嘛是种顺原地意思，大概是安尼。以上。OK， 感谢马文补充吼，迄个6个先生的即个比啦吼，迄当阵日本人当然即代志吼。读死6个先生来办学啊，就即开始办尔，因要招先生来台湾教册，咁遮简单吼，足侪人去无爱来吼。你印象中台湾一直是一个足危险的所在，一个足落伍的所在吼。清国人的足落伍的所在，佮垃圾，佮抬高，佮一寡人佮无知识，佮无水准吼，佮危险吼，本来就无爱来啊，结果。真正招一寡先生来遮要教书，结果去用台来死。你看后手伊要搁招，伊搁要去招考即寡，要去招即寡先生，你看偌恶招吼。所以因对即6个先生吼，足重视的。然后即啥物立一个碑啥吼，迄碑即嘛毋知佫伫诶无，恁会当去查看嘛，Google 拢查得到即故事啦吼。恁知影我拄则要查即个。滞后就是人的心、人的性，其实拢会滞后吼，就是你的延迟，你袂讲，足汉的人哦，足少人是行伫时代头前的，大部分人10个有9个是行伫时代后壁吼。日本人来已经可能10档啊，你可能认为讲我大清随时要转去要做中国人吼，要去做迄当阵满清人啊，要去考公民，伊哪有可能去读即个日本公学校？所以足侪人是无爱去读，尤其是有好野人，可能无爱去读即个日本公学校，家己去读即个汉学啊吼。甚至若讲台湾送去西南去读汉学啊嘛有吼。OK， 就是讲你知影讲？公学校伫台湾当时才停无？
公学校一直上落尾吼，一直到1937年，我1937年才正式日本人才正式公告禁止汉学啊，吼，伊就开始拢全面要杀即个日本的教育吼。啊，所以我嘛定定共讲，台语停止成长，毋是伫咧国民党时代打压。当然，国民党时代打压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。我毋是讲无吼，我嘛毋是讲替国民党去谢罪吼，替即个罪吼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台语的发展其实足危险的，是大家拢一直无意识到讲，对1937年的汉学禁止了后，就无法度，台湾人都无法度用台语读书啊嘛，你都无法度用台语读书，你是要安怎？你是安怎要故作新事？你是要安怎有法度讲？我看着一个字，我就法度读出汉字啦。我就讲，我就法度读出伊的台语音，拢无法度。所以1937年了，迄个日本时代的时阵，台语就已经停止发展啦吼，只是死了足慢的尔啦吼，无甲你压水啊，吼啊，互看个在你甲你去拍远啦吼，早晚的死是时间长倒尔。所以我讲即项是要互大家有理解，讲你毋通当作讲是国民党时代1970几年哦，台语受到打压才开始，你慢慢熟，毋是已经对1937年已经要700档啊吼，已经要700档啊，台语当咱熟到即嘛是差不多已经要死啊啦吼，咱会当有见的，就是讲若佫继续安尼熟落是一定死啦吼。好啦，就讲到遮，哦，已经要半点钟去啊吼。好，来，转来看吼，继续。好，讲起真生吼，逐早起去读小学吼，所以1900几年的时阵的即个真生吼，已经有受到教育啊吼。台湾的即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，第一个黄金时代，我家己个人认为啦吼，应该是1930几年吼，对来讲1937年汉学禁止，当然伫咧1937年进前就已经大部分人拢去读公学校，日本人是来啦吼。那敢若比如讲，甲你加头章，叫恁查某人袂使即个白卡吼，伊拢来，即对伊的政权的遗弃吼，其实毋是介重要，所以伊来。互民间家己去发展，去推广了后，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伊才正式才开始实施落吼。禁止恁即个，就是应该是直接讲要甲恁加头章吼，要袂使即个查某囡仔白卡吼啊。汉学你要读嘛是互恁读啊！我公学校继续办，我用我日本式的教育，我用日语教育，一直办到即个1937年，差不多公学校其实嘛已经收到差不多啊啦吼，伊才开始禁止吼，即日本人做代志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即代志若去做咧，就无可能互你有，互你讲踮仔咧画白拉肯的机会啊。OK。所以即嘛，即个年代1900几年，真生来读公学校，其实是原来是足罕的啦吼。迄当阵会去读若读的是公学校是较少啦吼。迄当阵的公学校其实嘛无遮多啦吼。虽然讲日本时代，你若有去，我是有较早有去研究即个啥物，比如讲管子，阮新竹县的，毋是管子，我袂记是现啥网络版的吼。我逐工去查嘛吼。我逐工去找，就逐工看着讲，敢若毋是管子，我袂记啥物吼。逐工就看会着讲，今仔日日本伫个几间学校、几间公学校，今仔日伫某物所在成立安尼吼。所以迄当阵起学校速度足紧的吼。伫迄几十年来吼，起14月起学校吼，成立即个公学校。所以恁家己去问就好啊。恁所出身的迄个所在附近一定拢有公学校啦。我家己我住迄个庄头，我讲庄脚所在吼。啊，当然，迄个庄头，阮的公学校就是台北西区，就是即间尔啦。台北规个台北的西区就是即间公学校，安尼。OK， 啊，迄间学校当时已经学校嘛超过100档啊，吼。当时超过100档，超过5年前、6年前超过100档啊。1910几年成立的啦，吼，就是。嘿。20年代、20年代。对啊。这干满世界啊。系啊。
对，2020年来以后就足多啊，足普遍的吼。30年来免讲吼。好啊，所以我对来讲起是讲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我家己感觉啦，我无真正去研究过啦。我感觉第一个高峰是应该是即个1930年啦吼。30年代跳舞时代。嘿，然后跳舞是足侪社会现象会当互相来比对来证实我拄则讲的，台湾的经济第一个高峰是1930年代吼。比如讲，你若去看日本来台湾了，每10年伊就办一个大型的即个纪念活动吼，就是慢慢讲叫庆祝活动啊，庆祝因伫咧台湾开始政治嘛吼，开始统治吼，所以叫做始政仪式吼。10年一变，第20年嘛是始政20年，30年迄边是办甲，就算讲已经足有规模诶吼，所以你会当去查网络顶有资料，两个始政30档，然后开始，咱讲数，然后4歹听吼，开始诶，即个是始政30档，始政40档，40档是办啊上大诶迄边吼。为虾米？因为过来无50档啊，50档就已经战争啊吼。咱若50档若无战争，绝对50档是上大，绝对是上大，绝对比个40档个办了个规模个较大吼。你若去网络顶即嘛上找会到，就是始政40年的即个纪念，即个庆祝活动，哇，规片啊，规台湾啊办啊足大片的吼。迄是官方活动吼，所以绝对是由自顶头办甲下底来吼，逐个拢爱配合的啦吼。好啦，讲到遮。互各位有一个概念，一个时代背景吼，真正去读书的即个时代，就是1900几年尔吼，佫是台湾经济无讲介好的时代吼，所以一方面嘛是因家己本身个人的即个家庭因素，所以有时你啊看讲一个时代即个经济，你袂当讲甲他看即个时代好，逐个拢好，无可能啦吼。即个时代歹，逐个拢歹嘛，无一定啦吼。但是即个时代确实是无介好，因为拄则开始尔。真正因即个即个志勤，因即个本身家庭因素，因为伊的大官也死，因翁也死吼，所以因厝内已经无大部人，所以伊本身也维持即个规家庭，所以其实生活是困难的吼。好，咱继续看。讲去真心吼，逐早起去读小学啦吼。有时无菜通大吼，中昼就爱食嘛吼。有啥物我若有印象，伊是倒先生去，就是因庄内有一个人是伫遐咧做先生。对啊，伊是敢若是拢，我袂记，我若会记讲炸物件去遐煮，家己炸物去遐煮。对啊，我会记是安尼吼，无记毋对啦。因为我读其他字，我惊混毋对去。好 ，OK， 安尼可能是，嘿，可能是伊讲有时无菜通炸，因为炸物去，有时敢若炸物去无菜嘛吼，有时无菜通炸，毋是炸便当哦，是炸去迄个。学校遐去料理吼，有时无菜通炸，他无菜通大，伊是写大吼，无菜通大，所以炸便当、大便当应该拢会使啦吼。即个大字就是迄个时代吼，迄个大字吼。就带一支青蒜头去运豆油吼，一支青蒜头去运豆油，蒜啦吼，咱知影蒜啦吼，青蒜啊，蒜头应该毋是讲敢若迄个蒜头啦吼，青蒜啊，规丛好好啦吼，青蒜啊啦吼，你讲青啦，伊讲青啦吼，腔口无共吼。好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吼，青蒜啊，去运豆油食吼，散车较即型的吼。应该是这物件是毋是清明的时阵食润饼，就是会有一节蒜啊，一节蒜啊，就是要来运豆油，还是运？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爸咧传的时阵，我会记得敢若会运2支，一支就是运豆油的，一支是咧运迄个啥ketchup，就是土毛豆酱，就是最后要夹迄个润饼皮。
搞迄个托马豆酱的时候，正做一个黏起来。啊，无你无物件，你毋是用树林熟啊，你嘛毋是摕草来绑无啊，就是就是一开始的时阵，周围拢会搞迄个托马豆酱，啊，最后迄个要收缩迄个封口要啥，嘛是摕迄支酸啊，运迄个托马豆酱，啊，摕迄个。因为你卷到最后爱黏起来啊，无你个散牙牙嘛，啊要黏安那黏，你无可能摕锅来糊啊，当然是着运托马豆酱啊你，所以也是啊，你个托马豆酱是安尼小可酸酸甜甜，迄个气味我个人细汉的时嘛感觉真爱食，所以我咧想，因为真正厝里散甲无菜通大，啊着只好迄个酸啊，迄桂酸啊，啊当然迄桂酸啊是可能带迄个头啦。因为迄种酸啊，毋是咱咧煲的迄种蒜头，讲，可比讲薰林啊，都有出咧蒜头嘛，毋是应该是规个酸啊。所以我咧猜想，伊讲的青蒜头，即个青字，是青色的青，还是毋是色的迄个青？我毋知你听我讲两个字无？我知，其实台语这两字是。共一个音啦吼，不管是转啊转腔还是将腔，拢是讲青有色水的青，嘛有迄个新鲜的迄个青吼，两种拢是青。啊，但是其实吼，你若要写共一个汉字嘛是会使吼，偏偏都是写青嘿。啊，所以拄则伊后壁是讲运豆油，你若迄个酸啊，对无？迄个什么有一个所在做蒜头的地号名，或者是薰林有的伊的农产品是蒜头，你是买迄个蒜头，迄个蒜头是，可要讲的行烟肠，还是啥的时阵做伙落料理要食迄个蒜头。啊，毋过伊即马食，我真正怀疑，应该是拿清明迄个润饼迄个酸啊。啊，这是当然，我毋知牧师伊对即种酸啊甲蒜头的真差，敢有理解我毋知。啊，清华教授嘛，甲迄个青，伊毋是啥。青色的青，伊是啥青粉的青，啊，所以伊是要运豆油素啊，就是有一个咸咸的味啊，伊无物件然后食只好来去椒啊，所以我个人咧猜想，即个青应该是迄个色水的青，啊，毋过听我教授是用另外一字啦。OK， 不管快递，帮参考。好，感谢马文吼，不管了哈，这嘛无重要啦，到底是蒜头还是迄个酸啊哈。阮兜是袂安尼食啦，拄则讲的诚趣味吼，阮兜袂安尼食吼。我敢若去食着一扎酸啊，就是食迄个烘鸭，迄个北京烘鸭吼，料一片一片的时阵吼，华语叫做片啊，华语叫做片一片一片的，用迄个动词吼，台语叫做料吼，料做一片一片吼。啊，会去搞迄个青酸啊，来食。好，来继续咱转来看小说一下哈，讲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去运豆油哈，算来也是好滋味哈。虽然一听来感觉哇，遮可怜啊，食到遮，咩来讲，食到遮歹啦吼。但是人伊写讲算来也是好滋味吼，食起来佫滋味袂歹啦吼，配饭食会使啦吼。算来也是好滋味哦，毋敢甲老母讨钱吼，伊毋敢甲老母讨钱来，迄当阵就算讨钱要去佗买中昼饭食，我嘛感觉奇怪吼。好。迄当阵可是无成绩嘛吼，四季拢开店嘛，你凊彩一间食面搭吼，无食面店嘛，无啦，无遐方便啦吼。毋敢甲老母讨钱吼，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吼。即种古句话其实即嘛人较袂晓吼，因为。知伊倒也是无钱哈，这个倒也是哦，因为知道他也没钱了哈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哈，要讨嘛无得讨无啦哈，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哈，
多就是多起哩多哩哈多。当然多嘛是另外一个是多加少迄个多少迄个多了哈，但是这个多，这加这个多艺术应该是拄则都市迄个都了哈，嘿，应该是都市的多啦。就是都这个我讲的迄都市的多，就是意思是 completely 啦哈，毋是要讲都as well also 哦，都也其实讲意思啦，都也是无钱啦。啊，迄个我迄个讲迄个多少，迄个多就是 completely 啊，但是即只应该毋是迄个 completely， 毋是 completely， 就是毋是迄个 definitely complete 就是多少迄个多，但是迄个多其实都伫遮是 as well， 或者是 also 哦。啊，但是 as well also 都甲也拢共意思嘛，也嘛是即个意思吼。所以因为在意多也是无钱，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所以我拄则讲，即嘛人古句法较袂晓安尼讲，就是袂晓讲多也是吼，多甲也拢讲吼，较袂啦吼。结果是讲，就是无钱，也是无钱吼，无甲袂讲多也是无，但是讲，可能嘛会使理解做拢也无钱呀，拢啊，拢也是无钱，对啊，那是多也是无钱拢。好啦，这我无爱过去查吼，因为好啦，要查者吼，咱来看一下刀甲两个刀里的迄个用法有啥无共吼。本来就平单查即种诶，已经我感觉已经查过比较变啦，但是了解。我这个鸟刺啊，佫无去测啊。文法点。我鸟刺还没佫找着，好找出来。甘梨店哈。语料库再去查语料库的写法都也安怎？都也是无。伊听话教授嘛无甲即个 T.O. 伊甲伊转去汉字，伊嘛是保留罗马字。刀，哎呦 ，OK， 刀吼，来刀写即个刀有刀写多的意思，多就是 many 嘛吼，刀数就是即只拢是多的意思吼。啊，另外是伫刀吼，刀无吼，你若看甘梨店有收刀无吼，找刀无吼，就是找得无啦吼。都毋知，我咧想讲，即卖人为虾米较袂惯势讲即个道理，颠倒拢讲 TOH 迄个音啊，都毋知，找得无吼，都毋好，袂讲都毋好，都好，我毋知影即个转变是安怎转变的吼，到底是音转变，还是讲因为意思开始转，所以字也用拢用无共？哦，即我真正毋知啦吼。即恁逐个去研究啦吼，或者是恁较早知影伫倒读过某九先生有解释过，然后你才学阮分享啊，无我实在无法度理解吼。比如讲，其实这只所谓道理，我看嘛吼，应该拢会当用 TOH 来代替吼。都无，找都无吼，都毋知，都毋好，都好，都好哈，都袂晓得吼，都袂晓得吼。有影都对吼，即嘛敢若安尼讲，无人安尼讲，即人讲有影就对吼 ，TOH 吼，啊是讲是因为电 Q 卡关，我毋知啦吼，但是我敢若讲是有即差别的吼。啊，你若看古早的即个文献，当然因为咱拢是即个教会的文献吼，所以是毋是因为因受会问音关系，我毋知吼。反正就是你会看会着拢是用道理吼。好，就那敢若叫刀也是吼，刀也是吼。啊，即只刀咱来看只大理大书店啦吼。大理大书店的多少的多吼，伊有多少吼。类多人必杂，言多必实，财多心欲，居多什么居多毋知吼，居多多益善吼，这大家拢知，拢是 many 的意思吼。这另外一个道理吼，另外一个道理意思就多吼，六个
第一个就是全部全言，吼，就拄则马王讲的是啊，long 吼 long。第二个是连什么什么也已经安怎吼，就是 also 嘛，所以就也安怎，就是我拄来讲 as well 嘛，吼 also 吼，咱看下例句讲，囡仔都会晓得，吼，所以你看即个都甲含即个即嘛都是毋是？囡仔都会晓得，甲囡仔都会晓得同款意思嘛，但是伊就用无共字嘛。我毋知影为虾米吼，囡仔都会晓得，就是囡仔都会晓得吼，也会嘛吼，会知也知影嘛吼，免讲啊，囡仔都会晓得，免讲大人吼，连小孩子都会吼。所以即只是毋是讲哦，囡仔都会晓得？原来头前迄个连吼 ，even though。even 安怎吼，是毋是有即个意思？伫内底即个都是毋是加即个意思意涵伫内底？咱继续看咧吼，一丝毫都袂做得吼，搁较寒都毋惊，即种有 even 安怎 ？even just a little bit 你嘛袂使做，搁较寒嘛毋惊，就算 even very very cold 吼，你嘛袂使惊吼。鸡卵目都有芳吼。我都穿一领尔，你若要穿两领吼，这都拄则讲 even 安怎也安怎吼。第三个是已经吼，已经安怎吼？人客头拄啊都转去啦吼，已经转去啦吼，都转去啦吼。人客头拄啊都转去啦，我都知影批袂到吼，这拢是。已经吼，第四个是已经决定或者是有期的代志，所以含拄则已经差不多是意思啦吼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吼。对方表示三倒变的意思的时阵，你讲的话吼，所以无歹势第四个搁较进一步啊，就是讲已经决定啊吼，已经是安尼有期，结果呢，你讲的确实无共吼。咱来看例句，你讲要去，怎样毋去？即嘛咱惯势拢讲 TOH 吼，你都讲要去，怎样毋去？吼，第二个是，都要来，哪会毋来？吼，都要来，哪会毋来？第三个例句是，你都知影我毋敢食酒，你若要叫我啉，吼，你都知影我毋敢食酒，你若要变调要安怎变啊？都吼，爱变第七条啦吼。啊，这种袂到吼，对我来讲，第七条甲第四条我有啥分袂出吼。你都知影我毋敢去，你若要叫我啉吼，我都有烦。你都知影我毋敢食酒，你若要叫我啉，嘿，你都知影我毋敢食酒。你拄则迄个发音是 TOH 吼。你都知影，嘿，你都知影我毋敢食酒。所以你看长倒吼，你都爱第七条的倒音吼，倒你若讲倒变倒去吼，嘿，你都知影，嘿，你都知影我毋敢食酒，你若要叫我啉吼，我都有吩咐你去嘛，啥事你毋去吼，拢是迄种倒变的意思，后壁接一个倒变的意思吼。就是你捌去哦，我掠做你毋捌去吼，就是安尼哦，吼，就是安尼哦，看就知影吼，这拢是拄则第四个吼。但是我读的时阵已经 TOH 的音有些走出来，就那敢若有就 TOH 甲即个第七条吼，已经你变第七条就应该无法度啊吼，所以我拄则讲即个为虾米变做 TOH， 我无理解是毋是因为安尼吼。第五个是冠伫个关系科号等等的话的面头前，表示伊的事态。吼，咱咧讲听无吼？放伫即个会使也袂使进前啦吼，放一个会使也袂使的进前来表示伊的事态。咱来看例句吼，来就通，你若毋来，都明明就会使来，你若毋，就是讲来就是会使啊，不管是通来啊毋通来，来就通，你若毋来吼。啊，去都无要紧，哦，去都无要紧，啊，你拢毋去吼，毋去都毋好吼，就是去是好啊毋好啦吼，毋去都毋好吼，知都好吼，无讲都袂使，
无讲都袂使的吼，我已经无法度理解讲为虾米我爱读这 TO 吼，为虾米毋是 TOH 吼？鸦片先无食鸦片，都袂用的吼。好啦，你好，第六个是中国话语来表示条件的意思吼。要来就要去就要去，毋句也无用吼。有食就要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吼。中国话语的来表示条件嘛吼。捌来就捌来，总是毋捌爬去楼顶吼。即种台语的构句法是足特殊的吼。其实华语嘛有啦，哦，要去就要去，毋过要文去是想去了，但是现在没空哈。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；吃是有吃，但是食无介济哈。捌来就捌来，总是毋捌爬去楼顶哈。好就好，毋过无我的好哈。好是好来，没我的好哈，没我好。有是有，总是有限哈。有就有，总是有限；是就是较属于毋成立吼。好，咱转来即个小说家讲，因为在意，就也是无钱吼。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在意，就也是无钱。即写即个道理是倒一个？拄则讲遮侪。台语读书恁就遮侪用法，都也是无钱传播传言啦，吼，就是第一个规则吼。传播传言都也是无钱，都怎么样哈 ？OK， 啊，你若用 TOH 来表达嘛是相款啦，拢无啥物毋对啦吼。好，歹势，是咱讲遮久吼。这段咱来读一下，楼骹有兴趣读的，做恁欢迎恁起来啦吼，先甲恁邀请啦吼。拢甲恁邀请吼，欢迎恁起来读吼。艾瑞，欢迎啦吼。好，来，咱来读吼。规段吼，我就无爱长啊吼，规段。讲起人生，逐早起去读小学，有时无菜通带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去揾导游。算来也是好滋味，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在伊倒也是无钱。好，来，咱对芭比开始。讲起志勤。毋是讲起真心吼，你目睭无看伫我知。讲起真心歹势，我想着去啦。嘿。讲起真心，逐早起。想着因阿母啊。逐早起，我番外篇。逐早起读小学，有时无菜通带。歹势吼，有时读小学吼，学是第八条吼，读小学。嘿，嘿对，小学吼八条吼，莫小学拄你拄则读伊第四条啦吼，小学吼读较悬诶。小学。嘿对，嘿小学嘿好，安尼就对啊。我记一个。你别哪记，啊读较悬对啦。我伫边啊画迄个线头。嘿，这真好记啦吼，因为迄个声调到底是对于你做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我声调是歹记吼。安尼可能较好记哦。嘿。用声用。我知有人真正用哆来咪发嗦，但是我袂晓分啦吼，就是每一个声调有一个即个哆来咪发嗦嗦西哆，但我袂晓啊。好，继续。小学。嘿对。主要好啦，等下小学有时无菜通带，嘿对。就带一支青蒜头去问导游，算来也是好滋味，
是，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就也是无钱。嘿 OK， 有一寡变调吼，咱就无法度啦，伊无漂两个海粉，咱就要教伊下来变调的时阵，大家读较对啦吼。比如讲，算来还是好滋味吼，所以算来就变做是算甲来中有两个海粉，你若中两个海粉就是算来。我知影咱口语咱拢惯势安尼讲。头前动词读本调，后壁迄字拢是读什么来去即类吼。之前嘛有讲过，敢若6个还是7个字吼，拢会一般拢是会读轻声吼。但是伊若要叫伊飘的读法是算来还是好滋味吼。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吼，倒也是吼。倒也是。嘿，好，Sunny。着你。哦，Eric 就是伫倒位35页册仔遐。着三个册仔下对迄段嘿。对，讲起真心，逐早去读小学，有时菜通有时无菜通大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去问导游，算来也是无也是好滋味，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就也是无钱。是歹势，我拄则敢若谈掉，倒也是无钱，爱变调啦。我敢拄则颠倒袂记变调吼，倒也是无钱吼。好，来马问着你。讲起真心，逐早去读小学，有时无菜通大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去问导游，算来也是好滋味，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。伊是拢写老母啦吼。OK， 老母。来条文。讲起真心，逐早去读小学，有时无菜无菜无菜通大，是就带一支青蒜头，伊问导游，算来也是好滋味，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就也是无钱。倒也是无钱吼。好，来艾瑞。讲起真生，逐早去读小学，有时无菜通大。无菜通大。无菜通大，就带一支青蒜头去问导游，算来也是好滋味，毋敢甲老母讨钱，因为知伊就也是无钱。好，真好哈。剩几分钟啊？剩5分钟。好，来5分钟，咱嘛继续读一下哈。有一日，老母一角银互伊啦吼，互真生，甲伊讲，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赚的，你着欠啊用。真生讲好吼，所以即段就敢若讲即样代志吼。好，来有一日吼，
即个免鬼色嘛吼。老母一角银互伊吼，老母互伊一角银啦吼。即马甲即个即个物件吼写伫头前。老母一角银互伊吼。华语嘛会使安尼讲啦吼。但是英语就可能袂当吼，就是你看主词、受词吼，啊，甲动词，这袂使讲受词，这是已经算一角银算受词吗？我毋知要怎讲吼。老母一角银吼，这两个名词刻做伙啊，互伊吼，安尼。好，老母一角银互伊，甲伊讲，这拢免解释啦吼，拢逐个拢知吼。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，昨日就是昨昏，就是昨天，就是 yesterday 吼。歹势我变调，佫变了无解对吼。昨日对咧，昨日第7条变第几啊？第3条吼。即角银毋是，我什么？昨日对对即角银是我昨日昨日哟，我来感觉这写得怪怪，因为我是拢读第7条吼。咱来查一下词典啦吼，因为我印象中应该是读写第一声早字嘛。所以早日，伊敢若毋是讲昨嘛？早日。伊个意思应该是，嘿啊，伊即个意思应该是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， 毋是。昨日。伊是第7条嘛？啊，昨昏是第1条啊。昨昏的昨是第1条嘛？你若看大理大字典吼，即个昨第7条，即个昨吼，昨日，伊就是写汉字，就是写昨日吼。鬼说嘛是讲今仔日的前一天吼，所以就是 yesterday。应该是前2天，因为毋知，系啊，这有争论。不过，若讲汉字的昨日有影就是今仔日的前2天。嘿，有考试，有人摕来考试，就考这题。安尼。前2。敢若我是捌听过一种讲法，目前就是昨是 yesterday， 啊，昨日变成去昨日是前1天啊。昨日是前2天嘛吼，就前天。对啊，嘿啊。昨日变哪写？CH 第7字嘛，第7条嘛吼。但是为什么早无？但是变哪写？好啦，我这用一下测台语。对应中文的前天。是 TSOH。昨日吼，对，爱个后壁爱个读轻声 ，CHO 第7条就是要读轻声。我是毋是我无刻轻声？为什么早无？相连咯，嘛是无。大理大词典无收昨日，昨日啦吼。大昨日，这是拢是前天，大昨日是大前天嘛吼。这是昨日，但是昨日，我即马看大理大词典吼，所有的即个前天吼，拢是收昨即个音吼，o 即个母音是 o 的，才是前天咯吼。大理大词典我看目前看到拢是吼，敢若有一个即个教育部词典无共吼。教育部词典那边含人无共吼，好，所以是中华民国较特殊啦吼。我一向无爱摕中华民国的例来做例吼，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
充满各种中华民国思想的物件吼，所以我实在就无爱摕因的物件来讲吼。我讲起好听，叫充满中华民国思想；我讲较歹听，充满足侪死哪即个外省啊死哪迄种要安怎讲放死哪人的即种思想吼。因若讲伊是对于福建来，咱佫会当理解吼。足侪是因根本都讲好啊，若是昨天呢，我来用昨天来查即个。今日新叔叔休3日啦，又休3日，伊会3。但是伊是 yesterday 还是 day before yesterday？ 伊是啊 kino 呢，就是昨日嘛，就是我讲一个啊开头的拢是昨嘛，拢是 yesterday 嘛，对无？所以啊，毋是啊开头讲对啦，啊做母音的拢是 yesterday， 做母音的拢是 day before yesterday， 两工前吼。所以安尼来分就较袂分毋着去啊，因为这实在就容易分毋着啊吼。咱感谢中华民国吼，就是要甲你复国毋着啦吼。所以中华民国特别就无共吼，嘿啊。所以我就无爱摕中华民国物件来做譬如做一寡规则做例吼。好 ，OK， 好，咱转来看遮吼，讲。即角银是我昨日吼，所以即个昨日是昨昏哦吼。我讲啊，即个无音拢是 yesterday 吼，才是前天吼。昨日做工吼，趁的即是我昨昏啦吼。咱平常时口语较惯是讲昨昏吼，昨昏做工趁的吼，即角银吼。当然毋是讲一工趁一角啦，咱毋知啦，但是伊讲昨昏趁的吼。啥物意思？就是现趁现要用着着，你着知影厝诶无中啦。意思就是安尼，厝诶无中才会安尼啦吼。你若厝诶有中，敢会讲这是昨昏趁诶吼？这我心内深深有感受啦。阮兜嘛捌出散到即种型诶啦。所以我知影讲，阮母啊，即嘛佫定讲起讲，迄当阵着做手工，摕去领钱转来，随佫叫你去换几项菜转来。好，昨日做工趁的吼，你着欠用吼，甲吩咐啦，讲你着欠用吼，你着欠用，欠用是省着点用吼，华语安尼表达，但是台语是省着用吼，你若华语的古句法来摕来用哦，欠用就是节省着点用吼。你着欠用吼，安尼讲吼，欠是华语叫做省，哦，台语叫做欠吼，叫做减吼，就是节俭迄个减吼。真先讲好哦，这段就是安尼。我看一下时间已经超过4分钟啊，咱这段也读了，无后尾一定准备继续读吼。来，我搁读一遍，按每逐个人来读吼。有一日，老母一角银互伊。甲伊讲，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，你着欠用。真心讲好吼，这拢就简单了吼。来，芭比。有一日，不是老母一角银互伊，甲伊讲，即角银是我。昨日做工趁的，那即个银咯吼，即个银啊，录声，录音要读出来吼。我看卖，我拄则无读出来。即个银吼 ，GIN 吼。你的歌会走去，你惯势无惯势发迄个音，我知影你会晓，但是你无惯势，所以就即个银啊，就无去啊嘿。即个银。对，嘿，迄是。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，你着欠用，诚心讲好。所有母语是华语的，母语是闽南语的，各位少年朋友，其实我拢袂声调若讲了无讲介准吼，发音无介准，其实是袂要紧，我拢会原谅。但是即个录音若无发音，我就足袂爽的吼。歹势啦，毋是足袂爽。因为迄个台语即个我哩，就是 G 开头的，
所以要甲我讲无迄个我，无迄个区的音的，讲啥阮兜人讲我著头壳想著甲包落吼，我无迄个字啦吼，绝对是即个区爱发音的吼，即最重要，所以我强调即个，我绝对会强调即个录音吼。好，歹势，好，所以为什么我要甲？哈？有啊，你有读出来，我比有读出来。有啦，后来有读出来啦，后来有读出来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因为受华语影响，即个音已经无去啊。我知影伫咧少年时阵已经无去啊，所以我认为讲，若教少年时阵学台语的时阵，即个音上重要，比声调，因为声调太困难了，我知影。但是即个录音的发音，即最重要，爱养成习惯，该发的时阵爱发出。但我知影吼。叫做少年时阵无法度，为虾米？因为华语无嘛，所以你看到一个汉字的时阵，你无法度判断。我即马爱有即个录音啊，无即个无录音。我知影足侪字哦，伊无法度判断到底我即个有录音啊，无录音。就算讲伊已经白话字文章读甲写少，大文读甲写少，但是看到汉字的时阵，实在是无法度，因为伊无自细汉来接受即个，因为毋是母语嘛吼，一字一字学的，所以足困难的。我知影吼。所以咱就一字一字扣起来，扣转来吼，银吼，好来，Sunny。有一日，老母一甲银互伊，甲伊讲，即甲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，你着欠啊用，真心讲好。好来，马文。有一日，老母一角银互伊，甲伊讲，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，你着欠啊用，真心讲好。叶文。有一日，老母一角银互伊，甲伊讲，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。你着欠啊因，真心讲好。艾瑞。有一日，老母一角银互伊，甲伊讲，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，你着欠啊用，真心讲好。OK， 好，爸咪真歹势，互你真着伤哦。毋是针对你哦，吼，真正毋是针对你，所有少年人，嘿。我完全认同，因为我拄则讲，因为这嘛是我上开始发觉，我着自我发觉讲我因为我学罗马字的时阵，看白话字的时阵，我才发觉讲，我即个字竟然是有即个句音的，看即个字有句音，我着超故意甲学会晓，对我足重要的。非常重要。而且佫有就是讲我扣转来即个句音的时阵，足侪字我拢感觉足有自信。对，就是即个曲即个歌啦吼，有些是无吼，就是即个录音扣转来了后，你的假音、你的辅音，就会加较准。你的假字啦吼，假字就会加较会准足多，就袂感觉讲你是袂晓讲台语吼。完全袂晓讲，因为所有外省啊吼，因完全毋知影有即个音的存在，因毋知影讲原来世界有即个音吼，所以因我吼所以迄个曲甲宝开头 B 啦吼，曲甲 B 开头吼，完全拢无法度发夹着吼，你着听足奇怪就对啊，就变成讲你一听就知影讲因袂晓即个语言吼。迄是第一步啦，吼，过来就变调、声调爱准，迄是以后的代志吼。所以好来感谢咱今仔日已经时间到，我本来想要讲啥，嘛是会当讲啦吼。有代志会要先走，做你先走离开袂要紧，我甲即个直播甲停起来。